根據香港青年協會2025年嘅調查顯示，有接近80%嘅受訪青少年咧，每日使用社交平台嘅時間係超過4個鐘嘅。咁點解我哋會咁沉迷喺社交媒體呢？非常之簡單，社交媒體只有一個目的嘅啫，就係要我哋留喺嗰個平台度，留得越耐咧，佢就越有機會去賺到流量。所以啦，其實佢用啲咩方法吸引我哋留低呢？就係用咗演算法同埋大數據嘅方法。當佢收集咗我哋嘅網絡行為，留低咗我哋嘅足跡，睇到我哋喜好之後，佢就會咧推送一啲精彩內容俾我哋啦。久而久之，我哋習慣咗社交媒體嘅精彩內容之後咧，就會慢慢沉迷咗喺入面啦。第一就係形象焦慮啦。當我哋打開社交媒體，往往只會睇到一啲好精彩嘅內容。其實呢啲內容都係經過細心挑選嘅，大家只會分享自己生活當中最精彩嗰一面出嚟。而呢啲就會令到我哋產生咗啲對比嘅心態啦。我哋會將自己嘅現實生活、將自己嘅外貌同社交媒體上面光鮮嘅形象做對比啦。呢啲產生咗一啲落差，會對我哋咧，可能對我哋嘅外形啊，對我哋嘅生活會產生不滿，最後會影響我哋嘅心理健康嘅。第二啦，其實沉迷社交媒體咧會影響我哋嘅專注力嘅。當我哋大腦長期習慣咗睇短視頻、短影音呢啲短暫嘅快樂嘅時候咧，我哋嘅多巴胺會變得廉價。當我哋需要一啲長時間專注嘅工作嘅時候啦，我哋可能大腦就難以集中，同埋好容易咧就會受到一啲短影音嘅影響而分心。第一就請你要正確看待社交媒體俾你嘅內容啦。記住，社交媒體所有嘅內容都係精心挑選，係人哋嘅高光時刻嚟嘅。我哋唔應該攞人哋嘅高光時刻同自己日常生活做比較，其實咁樣係非常之唔公平嘅。第二啦，當上網你覺得過得唔開心，或者你覺得自己心情非常之糟糕嘅時候，請你立刻離開嗰個平台一陣，俾自己處一個冷靜嘅空間，冷靜一下，休息一下。甚至乎，當你真係覺得好難受啦，好需要揾人幫手嘅時候，其實香港有唔同嘅24小時嘅網上輔導熱線啦、文字輔導，其實你都可以尋找佢哋傾偈，總會有一個地方咧係幫到你嘅。第一就係我哋咧要為自己嘅熒幕使用時間設立一個限制啦，留意下自己平時手機嘅熒幕使用時間有咩地方用得最多。有咩地方係不合理地用得最多？咁我哋就可以為自己設立一個正確嘅時間啦，俾自己休息下。第二就係定期進行數碼排毒啦，一個禮拜揾1個鐘、2個鐘，俾自己唔使用社交媒體，唔使用電子產品，等自己專注同現實生活當中嘅朋友、屋企人，甚至乎發掘自己嘅興趣等等，都可以避免自己沉迷嘅。同學仔考考你，你有冇諗過點解社交媒體好似識讀心咁樣，永遠都會知道我哋中意啲咩呢？揭曉啦，其實社交媒體並唔識得讀心術嘅，佢利用咗一啲嘅大數據同埋演算法啦，收集我哋嘅網絡行為。咩叫網絡行為啊？就係我哋平時上網會點讚啲咩內容啦，喺咩平台咩類型嘅影片停留嘅時間，佢會根據呢啲資料去了解你嘅喜好，然後將一啲你需要嘅內容分享俾你。但係提醒大家，究竟係咪社交媒體揀俾我哋嘅就一定適合我哋呢？我哋有冇真係真正選擇到自己想睇嘅內容？所以大家平時上網睇嘢嘅時候，都唔好過分依賴演算法，記得要自己去主動搜尋一啲你感興趣嘅資料啦。